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吳平真。今仔日唔是咧賣土藥啊廣告，健保食品花樂樂，目睭筋骨腰子胃腸腦神經攏甲你顧，甚至馬仔潰爛也甲你傳便便。啊，今仔日即馬要安怎來管，才管會好？5位專家學者到底來討論。來，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，台大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教授吳坤儒。各位觀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是前衛生署副署長李良庭。大家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是藥劑師吳蘭嫣。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是消基會衛福組調集人，大家好，陳世華。是。那麼第五位呢，在線頂的是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林應然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咱繼續來看，即馬是發生什麼代誌？是一寡健保食品的廣告，攏講會當治療什麼物件？事實上，這攏總是違法的哦。是藥署呢，那麼即馬當咧規劃，佇健保食品甲一般食品之間加一個叫做功能性的食品。這個類別呢，就會當講來幫助你的目睭，幫助你的身體這款的講法。目前還佫當咧甲業者、甲消費者團體來溝通。市面上的保健食品百款，有的講顧目睭，有的講食了較好困，廣告療效敢有合法？為了要阻止這種現象，衛福部食藥署規劃佇即賣小兒童保健食品甲一般食品之間，佫增加一類功能性食品。廠商就要甲食藥署登錄，而且提交相關的科學證據，才讓廣告功效。客人他就是進來，就是他指定某個商品，那因為他是看廣告來的。那當然有人只是說，我什麼樣的狀況，那就來諮詢藥師。其實這個狀況都有。那當然，我們都還是希望所有的民眾都是到藥局來，把你的狀況跟我們藥師說。食藥署一開始先鎖定17項定定看到的功能性原料或者是成分，而且只敢會當用正面標示的講法，譬如講葉黃素產品，用嘅表示會當幫助維持目睭健康，是視網膜黃斑部的重要營養素之一。益生菌、乳酸菌的產品，用嘅表示幫助排便較順。高原兩倍會當講幫助皮膚保濕，維持皮膚健康。未來食品如欲宣稱特定功能性，應依規定辦理食品登錄。並需明確揭露功能性成分或原料、成分含量、功能詞句，不會說誇大其詞，或者說浮誇了這樣子，所以應該是好。醫藥方面的那就比較對我們沒保障嘛，對不對啊？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有那個適當的規範。食藥署講，食品甲藥品的管理應該明確區分。食品不應涉及到不實、誇大或者是容易產生誤解的廣告。最近會繼續收集各界意見，並且甲產業界、消費者團體溝通，希望和新制度趕緊實施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咱看這新聞吼，可能觀眾朋友還佫不明所以。吼，我先講一下，就是講吼，即馬甲你的成分、甲你的功能性原料，攏甲你寫掉的。啊，而且寫掉的時陣吼，有一撮字哦，會寫互你看。啊，即馬你若是要寫這，啊，你就要來功能性的食品這個類別內面，啊，來做氣炸也好，做關節也好，啊，會當寫啥物？以前攏袂當寫，即馬會當寫吼，寫有助維持目睭健康，吼啊，有助對光線刺激的調節甲適應，吼，我寫較大字的，吼，比如講調節腸道機能，吼，幫助排便順暢，有助緩和產後血糖上升，吼，像這種字，以前攏袂當寫呢，吼，寫落去吼，隨發啊，你看以前發甲吼，你叫唔敢，但是呢，你講叫唔敢嘛，是真儕人咧賣呢，得減肥瘦身的吼，啉的喝的炸油雞，這袂當寫，無聽消防減肉減肉腎氣，這攏袂使吼，這一看就知影吼，真喊過安尼，但是大家會信哦。我要先問吼，
王老師，你早起講有甲即個是藥樹吼，有先過甲因聯繫嘅。即擺修法，你來解讀，上主要的精神是啥物？啊，雖然我無交食品藥物管理處的人聯絡啦吼，因為我身份證嘛做無用吼。啊，主要就是講伊即邊吼，過去台灣即個人去研究即個健康食品啦。啊，感覺有國際上吼有人咧做所謂的功能性的即個藥食品，吼啊，即個針對就是講咱一般食品、健康食品了後，中央要擱一個功能性的食品啦。所以即個17項是針對藥品，吼較早咱的健康食品14項的功能咧，是針對改善咱人的功能。吼，啊，這邊是針對原料甲藥啊來咧做登記，吼，啊，所以你都愛符合你要登記吼，你愛交資料互做食品藥物管理署，過來就應該去登記講啊，你這個產品的安怎做製造的啊，成分偌濟，純度偌濟，吼啊，符合伊的規定，較會使。安尼。啊，這攏是登錄制，唔是審查制。登錄制。哦，就是我講安全就安全，我也袂甲你講，你這我不愛信，我摕來驗一下。伊攏相信你，但是伊會去抽驗，吼，還是講有人你發生什麼代志，你檢舉，啊嘛會當來抽驗。啊，這甲以前有啥無共款？伊若是以前攏分對，只是講你廣告時陣會當講較明白的，對，是這個意思。啊，即較早叫做健康食品。像你講的，講改善目睭啦、健腸啦，這是14項的功能的改善，叫做健康食品。啊，這愛審查，啊，並且嘛愛做安全性的評估。吼，伊有分4類的健康性的安全性的評估。吼，啊，這愛審查通過。健康食品愛審查。啊，伊叫做小綠人健康食品。哦，一個青標標安尼夾呢。對，迄就愛審查。迄愛審查。啊，這是登錄制。這登錄制，伊就針對你原料、你藥啊本身，你講你有這個功能，啊，你符合這個有功能的藥啊的這個成分。老師，我剛才一項看，這幾項我看無咧，這叫做鴨肉。嘿，鴨肉。鴨肉，啊，這是互你食好困眠的。對啊，即馬你的原料內底，你含有足量的這個鴨肉，啊，純度偌濟符合伊的標準。啊，就放。啊，做你製造的定數有符合伊的寫的原則，還是標準定數攏有符合，啊，你當登錄通過。啊，那這個20團5犧牲以及22團6犧牲。EPA 加 DHA， 這就是食迄個什麼會生的啦，會螺會殼的。好，啊，你有這個符合這個成分，較早是這項啊做健康食品，你有符合，啊，你愛做研究證明講有這個功能，你要去證明哦，你要用啊做所謂的啊做動物還是臨床的實驗，啊做臨床的實驗，嘿，動物實驗啊臨床的實驗來證明你有這個功能。啊，過來安全性的評估。這面，你就是講，我這醫學報告有安尼寫，我這個成分甲劑量有夠你這個原來這個規定，安尼就會使。哦，安尼看起來是管制較鬆哦。較鬆啊，因為較早有一個啊做健康食品管理法，這個健康食品是屬於這個健康食品管理法內底。啊，即馬這個是咱一般的食品安全管理法內底。吼，伊修改第8條，這個就是講你登錄以後，你會當寫佇你的啊做產品的頂端，講你成分安怎啊有啥物教育，你嘛袂使後面寫功效，你來寫教育公布的，這樣去寫，安尼寫，啊寫起來，吼，啊講你有這個功能，啊劑量有夠，吼啊純度。啊，毋着像美國安尼寫。美國攏寫一個烏字吼，烏殼啊頂頭寫講，這個物件是安全，你食了大主大意哦吼，迄條你來找伊，毋是找我 FDA 哦，吼，因攏寫甲真明白哦，寫甲真詳哦。無啊，這
這有問題就是做廠商家己的問題。唔是啦，這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組愛來管，對食品咱一般做衛生單位的食品管理單位來管的，交健康食品就無關係。無關係啊。嘿嘿。這我相信觀眾朋友一定不管啦，反正你就愛好，你就愛管啦，這啲你愛負責到底。對。李醫師，這安尼咁對，安尼是看起來是較爽去啊。你笑到我會驚呢。其實我佇民國87年做台北市衛生局副局長開始，我就叫我所有客家員來抓，24點鐘內底，就是去抓看有人咧做電視的廣告，還是radio的廣告，只要有無實的迄個廣告，就開始罰，每日罰10萬塊，罰到伊落來為止。嘿，我第二當我走台北縣做局長，繼續擱再做，到民國92年我去做衛生署副署長，同款繼續做，所以迄7當內底無人敢佇講電視啊，是radio廣告，然後殺着隨罰。93年中我就來了，就開始。哇！即馬電視拍開，啥物攏有，嘿，所以我定來甲遐患者講，咱人若要活落去，一定要食物件，迄叫做食物，吼，不管是食肉、食魚，食五穀、食蔬菜、食水果，這是要咱的營養有夠，活會落去，這就是食品。你若破病、血壓懸、糖尿病，都愛食糖尿病藥啊，是抗血壓藥啊，食止痛的藥啊。這就是藥品，藥品甲食品中間無啥物健康食品。哦，咱台灣CLG是全世界第一名，都是因為食這物件，大家攏食。第二名叫做日本，日本同款，甲咱台灣同款，攏做愛食藥啊，做愛食物件，食就變 CLG。所以，副市長，你的意思是講，這應該無這個。中間的空間應該愛緊抓就緊抓，你食品就食品，你藥物就藥物安尼。對。但是會出現這種物件，應該是，譬如講我比一個例啦吼，即個難消化性的即個烏精啦，這種物件如果若真正對腸道有幫助，那麼有藥啊通好食嗎？迄當然是有啊，我看到這我就家起來笑。內底有寫食磷酸有無吼？磷酸嘿，你知影毋是所有人攏會使食磷酸無？當然咯。哦，嘿，食落會起崩。中醫講佢小的體質，這個體質人袂使食磷酸。你有下骨食磷酸穩死的。對啊，迄起崩哦。你安尼個食落去，老百姓講就係講，這內底有磷酸，保守身體，真正個食落去。到底害啥人？害老百姓。哦，但是即擺看起來，這個潮流，這個趨勢已經急未完啊！是毋是安尼講？我相信基本上事在人為。對，但是這愛咱做官的人，你要有 guts。你只要唔免驚得罪人，你為民眾的健康第一，這是你做官的第一目標。我今仔日特別請消費者基金會小等請伊來講，但是我先請有這書。咱藥房內面其實嘛有賣這款物件吧？有啦，咱佇藥房內底本地就有賣足濟藥啊，藥啊，一般咱的藥啊，感冒藥啊，是的藥啊。不過這個食品內底，這個營養素的食品內底一定攏有，因為咱有足濟醫療，可能像咱骨質含燒的這個鏡頭，咱若注射是有咧食這個藥啊的人，補骨瀉的這個藥的人，伊當時嘛是愛去伊嘛是愛抓伊鈣質的量，伊這個鈣質才有法度接這個藥啊，吸收到你的骨質內底。你營養素無夠，無安尼教你治療，你其實伊骨質，你叫這個民眾講，安尼你骨質愛你的鈣質愛食偌濟，伊可能愛食足濟牛奶，足濟迄鈣質的食物，伊可能無一定有迄個能力會當食會落去。伊嘛是愛搭配這個營養素來做吸收治療，有足濟款攏是愛安尼做搭配。我感覺食品是食品，當然咱莫講療效足含的，毋過。伊足濟時間佇阮的藥房內底是安那搭配阮的藥啊做治療做使用的。所以有這書的立場來看，有一款物件是應該愛透過恁
才會當來食來參考。對，因為我是講你家己 over the counter， 來家己殺喺度食呢。對，因為足濟，因為你足濟，你一般民眾可能看無啥有嘛，伊就講看着講啥物。對啊，我看到就講去啊，幾丁聚糖，這是啥物件？對啊，較多主持人講到即個20碳5犧牲，甲即個22碳6犧牲是啥貨？但一般人都毋知影啊，其實這個魚油，迄個魚油的成分啦，係啊，就聽有啊。毋過魚油甲咱的藥啊、西藥內底有一寡通血路的迄血油的通血路循環藥啊是槍綁的。可能食落的烏青也是講因為內出血、喙齒出血，這就要靠藥師。這袂當家己亂食，你魚啊食量食拄啊好，健康是無問題。啊，毋過你也食。那照李書記的這看法是，應該是透過有這書甲醫書來開這處方，才有通啊食嘛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李書，是安尼。我袂開這處方。你袂開這處方？有真正有其他靠路用的藥啊？藥就是藥啊。毋是藥就是毋是藥啊，安尼我袂叫中間個介紹人。較明白啦，吼。對啊，只是講咱即擺做者，阮的立場是藥食同源啦，藥甲食物其實做者攏是槍綁的，會相拍的。所以你有一寡像咧，咱即擺保健食品內底有一寡有幾個地吼，咱的紅曲內底甲咱的即個降血油的藥啊，其實都是相拍的。你若食過量，變成你副作用相當，你雞肉可能會有那個講到即啥物肌肉橫紋肌溶解症，即雞肉溶解症，你紅曲甲你降血油藥啊，熱量再無好勢，你可能就過量啊。我感覺這佇咱即擺的社會內底，大家攏會去買攏想要食水、食瘦、食健康、食肥類無代誌，攏一定攏會想要安尼做。啊，毋過就愛阮藥師講，愛去看你有食啥物藥啊，去調整你，啊，你也想要補充一個。不需要徛這個藥啊，隔邊啊，講，你這會當食這，你當食，你若要肥類就愛食這。肥類嘛是愛肥類是愛減少你肥類啊，無承擔啦吼。嘛是愛講，因為無，這我想講應該是個人作業個人擔吼，但是即擺放寬了後，其實是變做民眾，伊殺無漲呢。對，啊，毋過我嘛是建議講，你也看到講，即擺因為即擺是講咱有足濟食品，若是講這小綠人標章吼，伊小綠人標章即擺較多教學講着有14項，啊，毋過有足濟項是無即個標章的，像目睭、葉黃素原本就無。即擺3種嘛，伊毋是無要申請，伊是無通申請。吼，咱這要顧目睭。魚油、葉黃素啊，甲益生菌。對，伊這毋是無要申請，是無通方面無即個小綠人，無互伊申請。啊，即擺有一個中的互伊申請，啊，無伊原本攏安那。攏家己自由發揮，吼！咱葉黃素袂當講寫過目睭，就寫過兩類，啊，咱過兩類，對，互民眾家己去想象力，安尼等到反而造成這個大家自由發揮嘛，啊，咧稽核員咧查嘛，過你靈魂的窗仔口，對，啊，這到底是有違法，還是無違法的？真歹講，啊，不如安那，互因有一個專門會當寫的字，互民眾會當了解，啊，無了解，佫有藥劑師會當來做問講，我的體質，還是我即擺食藥啊，甲這會相拍着袂？我食起來會當愈安全。我知影你意思，他一直甲我研究，一直甲我看吼。你有話通講，你小忍者，你小忍者。我吼，說話來講，徛在消費者消基會立場。你過去做這長的這醫藥，你看這擺，你的看法是啥物？咱先安尼講啦吼，頭拄仔王藥師咧講藥局啊，藥劑師要發揮這功能吼，我甲大家報告一下，咱 TFDA 講已經有對外面公布的訊息吼，咱民眾買藥咧倒買呢，第一名直銷通路都無藥師啊，第二名網絡都無藥師啊，藥師才14%爾。啊，佫有咧國外摕落來，安尼你要維持你的生活真困難哦。是毋是？咱去韓國、咱去日本，民眾攏佇啊買足濟，攏買足濟藥啊，莫講食品啦，藥啊就買足濟，毋是講健康食品爾。啊，佫古早的時吼，咱開講咧垃圾藥，咱地下電台哦，咱民間團體嘛有接到政府的委託去做一個研究。以早地下電台的時，咱講食藥啊，第一名、前3名就是骨頭嘛。吼啊，身骨軟痛骨折，啊，佮肝，佮肝，啊，佮來就是迄個血糖啊、三高、心血管，啊，莫講即嘛是，講咱即嘛減重吼，要減肥的產品，咱減肥的產品嘛足濟，咱即嘛看到的吼，醫師也是藥劑師加形象有專業人員形象，私底下咧賣互民眾的嘛有呢，所以你若講你敢若通路即件代志吼，咱即嘛。
按照現在的法規，其實就管無法度管啦，無法度管啦。啊，你講通路內底，咱的健康食品管理法內底有罰一款人啊，毋是講干那申請的廠商啦，罰什麼人？傳播業者。哦，我生產的人唔對，啊，你嘛袂使替我宣傳哦。你若替我有廣告吼，我甲你處罰。但是即馬廣告有兩種問題啊。啥物人搁咧電視咧拍廣告？即馬看電視人足少的，我毋知影看公共電視的人，公共電視無廣告，咱這節目無廣告。係網絡，咱社群媒體嘛吼，臉書足濟，還有 LINE 啊，佇遐咧傳咯，我嘛攏收到啊。啊，你都無伊按照即馬的健康食品管理法是無罰這個人，咱罰就是咧罰咧傳統的媒體啊。無罰到這，但是我拄仔講過啊，你網絡買物件，你LINE買物件的人，即嘛是足濟。阮媽媽就是安尼啊，阮媽媽攏不是甲我講，因迄朋友甲伊介紹啥物咧食啥物的，我攏甲伊怒斥啊，講你這無好白買。啊，但是迄物件足貴的，佫無發票，佫找無廠廠商啊，對不對？其實有驗無上。對，啊，佫第二點哦，莫講遐個標示啦，吼，有申請無申請，有小綠人無小綠人，即嘛專業人員帶員足濟呢，醫師、藥師、營養師。是毋是？護理師，這代言人徛出來了後，會倒一個民眾講，迄有才調，你是醫師，你是藥劑師，你是營養師，啊，你講的我閣無相信你，你讀的冊一定較濟，你專業的，所以有一寡無小綠人標準的，剛才吳教授咧講，小綠人有兩款，其實有兩款啦吼，有一款叫衛福部嘛吼，健食健康食品健食啊的 A 字號，這較嚴格，叫甲我。吳教授講，遐心渣袂算那藥啊咧，你愛做動物試驗，還是愛做人體試驗？啊，你愛做你的安全性、你的安定性、你的副作用、你的危險，你愛摕來互我迄個 TFDA 甲你審查，你有過，我就發迄標章互你。啊，佮第二種毋是，第二種就較簡單咧，就是往衛食品外，伊就是叫就共款衛福部健食規，有一個規矩的規啦吼，規矩的規啦吼，迄就是個。第二站，迄個毋免人體試驗，毋免動物實驗，迄個頭拄仔教授甲三個李醫師甲咱有這個書講的，伊也報告寫。嘿，啊，你有身份，若是講吼，我是這個廠商，我已經做臨床試驗做出來有效，你用我的報告，你生產出來，你的身份，嘿，你身份共款就會使啊。我就是用迄，但是你嘛要上食藥署，這是第二種，迄嘛合法咯，吼，你有法登錄嘛。迄個這兩種攏有小綠人，只是伊的程度跟用的文字不一樣。第一種比較嚴格嘛，對我迄吼啊有規制的，迄有較鬆，擱我食品。但是遐第三種來啊，第三種就是我愛講就我毋知影講是伊是無法規互伊去登錄，還是伊外。因為你若講以葉黃素來講，伊應該用登錄健食。第二種我拄仔講較鬆的小綠人，伊別人研究了後，你講魚油，日本吼2018年。有一個報告，因為日本因為小林製藥事件嘛，啊小林製藥事件進前，日本就有甲消費者團體也是講咧掠，咱講雖然李醫師講無即個健康食品，但是日本足濟機能性產品啊，因就有咧掠，有咧公布。有一個案例是安尼，一個64歲的女性，伊去食頭拄咱講啥物固筋骨的有無？即馬足濟啥物，咱以前叫魚油，啊無就咱去澳洲。我嘛有買過啊，買迄什麼鯊魚軟骨哦，好鯊魚啊，咱觀眾朋友嘛知，食骨頭啊，咱就老啊，一定是骨頭啊，吼，無像咱即馬高齡化說，結果伊食鯊魚軟骨安全無？安全啊，有久長無？有久長啊，研究報告有濟無？有濟啊，伊食起來伊就去出現急性的精神症狀。哦，啊，結果去檢驗是高血鈣，高鈣血啊，高血鈣，個血液來就是很多鈣。啊，就去上病院啊！伊食攏安全啊，伊也無食別項物件啊，伊無兩個足濟食品食，嘿，就鈣唔好，你講的鈣唔好。所以其實這唔是講干那政府要不要標章而已。第一點，你無標章，你要安怎掠啦？要安怎掠？咱講是，唔是講你要掠，無出來標準。第二，你要安怎掠？第一，通路你要掠無？第二，無標你要掠，要罰足嚴重的無？人迄有的政府是講吼，別國個是。伊嘛不服啊！你哪會掠？我阿姨哪會不愛掠？是啊。啊，第三就是啥物人檢舉有效啊？有誒是無定，這是廠商內部誒人要檢舉你有要烏白來無？第一個知影誒，絕對毋是消費者嘛，嘛毋是政府嘛。第一個知影啥物人？你家生產誒對嘛？你家己廠商知影嘛？所以你這若攏無，咱這攏毋是干那講要增加一個功能性原料這爾，咱其實足儕制度攏沒有配，攏欠缺。我這聽起來都毋是放寬
這件遮簡單的代志吼。誒，佇線頂咱的林秘書，林秘書，你的看法是啥物？你認為這放寬了後，這是頭一步，然後再一步一步來補啥物，還是講無咯？這事實上，即擺現狀就是安尼啊啦，只是哦，互伊有當哦，咱看到啊，有當要甲處理有處理的這個方式，你認為咧？我先講啦吼，我真配合這個理事長的迄個魄力啦吼。伊安尼禁止這個健康食品黑白廣告，伊本身嘛無咧食健康食品，我所知是安尼啦。我捌看過伊的 FB 吼，伊咧講吼，伊本身無咧食迄個健康食品的啦。我感覺伊體格嘛袂歹，伊即擺行路那個足緊的，足厲害的。我一工甲人食一頓呢。對。所以足無簡單啦，但是我咧想吼，我先問大家啦吼，你的親戚五十出國去佚佗，有人要走去藥妝店，你要買健康食品無？有喏。相信大家人都，你吼，我講李書六好啦，李書六你親戚五十出國有去買健康食品無？有啦，有掂到啦。你講我有經濟，無法度嘛，我講實真正是無法度。但是真正無法度，所以我感覺政府嘛是愛點仔管制啦，吼。上無你愛甲互民眾知影講，啥物物件會使食，啥物物件無好袂使黑白食吼，嘛是愛宣傳。啊，你這個啥物小熱量的標章，這個物件我講申請來講，嘛愛錢呢，所以有人無愛申請袂成，我所知影吼。愛錢。要申請這個小熱量的標章。愛有50萬，愛了50萬去申請。啊，你有個人無想要了50萬啦，伊就真正有面講過，伊嘛來廣告啊。但是我想政府嘛是要有點管制啦吼，你若無管制，會佫愈亂啦。哦，我想在座的人，足濟大家攏有咧食健康食品較濟，咱的觀眾，我相信嘛，足濟人咧食健康食品，因為醫藥無法度遐發達。我嘛是咧想吼，醫藥確實無法度遐發達，所以咱的人的健康，毋是講咱醫生我講來創咧創好，你頭咧學安尼做好做好，你就是安尼寫人，就講想要看健康食品的，互伊較廣無，互伊較活力吼，互伊較有安尼，咱是華人不會安尼共款吼，啊，所以想健康食品無遐好啦吼，但真正講效果遐好，伊就毋是叫做健康食品啦。伊甚至會當叫做藥物啦，哦，因為藥物都有研究，明顯的研究，人體的實驗啊無問題，有迄個功效，才會當叫做藥物嘛。啊，若干健康食品，就是伊嘛無講完全無用哦，只是伊的根據較袂遐強，哦，伊敢若可能講我有這成分可能有健康有效果，伊就安尼有效果啊，但是伊較無臨床。林秘書，我甲你請教吼，安尼一開放了，像頭拄西華講哦，講即個現主時吼，即買即個健康食品的啦，買這其實大部分攏佇網絡啦、出國啦，啊，這東西裡去買，攏毋是佇藥房啦咧買啦，甚至無你佇診所內面吼，你排掉嘛，無一定人咧買啊。啊，這你開去敢會佫較花？藥局也好啦，醫生館也好啦，真濟家己嘛有咧賣健康食品啦。哦，啊，所以為着這個利潤的問題，你講藥師、醫生是不是攏完全講叫別人賣買健康食品？我想真困難啦，我是想真困難啦。那我來就講，我知影藥局足儕人為着破病，比如講我開啥物中醫藥局買領藥啊。藥師嘛，時常甲介紹講哦，你有啥物健康食品，你有想做要買一個無？嘛時常是安尼個代志啊。所以你即個物件有利潤來講，伊就有人要甲介紹，要趁即個。所以我就政府真正嘛是愛去管制啦，嘛袂使講完全無管制哦。你有管制，較袂遐嚴重；你無管制，會佫愈厲害啦。是。醫師吼，因為你5點就需要離開吼，我閣甲你加問一個問題。
以目前來看吼，因為主要我看吼，伊是針對3項，一個是魚油啦，吼，啊一個是葉黃素，啊一個就是益生菌，這3項物件。但是他說話講啊，其實伊會當去申請迄個較輕微的即個小 A 啊，毋是，就是你會當本來你有類別有通申請，是安怎因？干那是為着要省錢，省迄50萬啊，爾嗎？伊申請無一定會過，啊，佫愛了錢啦。所以你何必着申請？啊，佫講，一般的民眾較有人了解講，哦，我要買物件有即個小綠人的標章。伊無咧看這個啦，一般的人無咧看，所以變做講你整個廣告，你愛廣告講，你內底買這個物件，你愛看有這個標章無？若有這個標章，你較來買；若無這個標章，你盡量賣買。種賣去宣傳啊，一般的民眾較有人了解這個代志，無啥人了解嘛。所以你有這個標章，甲無這個標章，對一般的民眾來講，有啥物差別？你無一般的民眾，咱無這個感覺嘛，無這個感覺講，哎，有買這個有這個小流量的標章，較安全，哦，較有效果，較有這個保證。一般的民眾無了解啊，這是政府無去宣傳嘛，政府愛宣傳這個代志。哦，你若講甲上宣傳講，你買這個物件較有保障，較有迄個效果。啊，若無這個標章的人，你盡量賣買，因為非啊，有可能發生副作用，有可能你。以後別人來洗藥劑啦，發生啥問題，政府無要甲你負責。哦，你來講，啊來，大家就去申請。哦，啊你政府就會當來管制，政府會當趁錢，佫會當管制，民眾佫會當較安全。安尼上好啊。但是一般的人較有了解，無你問看講，你一般的民眾有幾個人了解講，哎，這小流量的標章是有較有迄個保障的迄個食品，較有人了解，無啥人了解啦。是，林秘書感謝吼。你留落來問題吼，我這請來請教4位吼，感謝你在線頂稍等下吼。王老師，他拄仔有講到，講即馬是放寬，但是應該要加強管制，包括了小綠人。但是哦，我咧想講，是毋是有像會當親像迄個金管會吼？金管會內咧賣啥物物件吼，每一個廣告後面攏講投資理財吼，有賺有賠，啊叭。啊，那這個買這個講，你買這個健康食品吼，愛注意有小綠人，若無食吼，你就安怎。嘿，伊即馬就是吼，即馬要做這10項功能性的啊，做健康食品吼，就是講，就免個有迄個標誌啊嘛吼，啊免個去申請這個，免個做這功能性的評估，免做安全性的評估，伊主要就是講，根據較早。這個小綠人的這個健康食品，伊遐主要的成分有效的成分，啊，你即馬藥啊，你即馬做出來這個功能性的原料咧，符合這個成分，安尼就會使。好啊，所以即馬就伊就免去做，伊就講我都符合成分啊，而且安全性評估、功能性的評估，較早攏有人做過啊，所以伊就免做啊。所以這個物件較親像拄啊司法講伊無小綠人的迄項啦，但是。還有一項就是講，你啊，這種物件你伊會規定講你當標示啥物貨嘛，一隻嘛吼，而且民眾我想會當了解，安那無介濟啦，吼，嘛伊甲當做。這寫互政府，甲寫互迄個廠商看。嘿，這嘛是講起來就講。啊，這寫心酸誒。啊，是叫療效，啊，做效果。啊，到時陣再出代志啊，再來。啊，即馬咱政府因為攏。講小政府嘛，啊，所以人員無啥，攏無夠嘛，啊，所以你也無檢舉，講出代志去檢舉，伊嘛發現袂着啊。伊我著講伊會去稽查啦，但稽查的人真是無夠啦。吼啊，艱苦就。啊，你徛在安尼，你一世人咧處理這種代志，你講啊，這安尼敢好？這就是講吼，咱社會上有一部分的人有需要啦。吼，就是講，因為其實咱即馬這個食品。科學的科學老師攏咧做這研究啦，攏因為這佇食品科學內底，這較有啊做機會有會趁錢嘛，這較有趁錢的機會。啊，做者你愛看這個咱台灣各大學，而且較緊趁錢，嘿，較緊趁錢。啊，各大學的這個教授，哦，你像講啊做良家什麼紅橘啊什麼，紅卡啊，哎，啊，迄都較早，當嘿啊做台灣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迄個曾主任。
發展出來啊，做出來哦，所以這種趁錢嘛，所以大家老師攏嘛，教授攏嘛，是整個生態啦。嘿，生態啊，所以啊，做你若講叫教授小公司，你要投資去做功能性的評估，要做安全性的評估，啊個這成本較懸啦。啊，所以即馬就是講，因為過去你也看食品藥品管理署講，伊即個設置項的目的就是要減少講無實在的廣告啦。啊，就是講即個較早有即個無認證的、無效率的認證的，伊嘛是甲你叫健康食品嘛，你講療啊做效果嘛，對吧？療效，嘿，安尼嘛，啊，所以即馬就是要解決即個問題嘛。吼，啊，但是咧，伊即個物件內底佫有一項，就是講你也無登錄、無交資料的，你嘛會當上市，但是你賣寫假療效就好，賣寫假物件就好。安尼會使？會使，嘿，安尼嘛是會使。所以拄啊，司法講的迄4項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即是個人防曬做啊，就無法度咧。嘿，嘛是安尼。哦，安尼，理事長，你有感覺宰相無力可飛天呢？哦，你咧講李鴻章的故事。你有感覺？你這大趨勢就是安尼。其實我唔知講安尼，我23年來努力攏是白費的就對啦。袂啦，慢慢安尼講。但是我是因為吼，我有去找到日本的資料，咱日本的資料有兩個，當然小機會，人因的處理是有，因還佫有一個類似敢若財團法人吼，政府成立的，迄機構完全逐工吼。去轟炸，就類似小機會即個角色去轟炸，去做奧客，啊去甲你檢查，啊而且甲你發布，哦，這還佫有一種，而且還佫有親像有這書因種角色穿白衫，但是伊毋是有這書，伊是負責踮現場你賣時陣，你甲你講，這個是安全，啊而且會使講的才會使講，袂使講的就袂使講，人有真濟啊，意思你感覺咧？日本是咧做較一板一眼，較有路，較一板一眼。啊，咱台灣是較講人情啦，所以有當時啊，你掠着了，啊後壁然後民意代表來甲你施壓，愛做官的人總點去，哦，就成了啊大華小，小華無啦，啊，基本安尼什麼意思？對不？所以去年我佇友台講即句話了。我的老師佇迄個和信醫院做副院長啊，馬上寄一桶物件互我。伊講哇，李醫師，你真敢講，我即句話足夠就想要講啊，都毋敢講出來。嘿，伊甲我寄我資料是日本的資料、英國的資料、法國的資料、美國的資料，真正所謂健康食品發生代志的報道。伊講，你看遮一個國家攏是已開發國家哦，攏發生這代志。台灣算啥物？啊，所以民眾攏毋知啊。我要來食就好啊。那知講你食紅麴會去住高病房，急性肝炎，為什麼？所以咱家己想看覓，我家己做流行病學博士出身的，我做討厭人好物件，甲我講有效無？你看6年前 COVID-19 來，我直接講，我家己講無藥就是無藥，無疫苗就無疫苗。邊個胸腔科醫生、感染科醫生講，那有影，迄資料就會減少多少死亡、多少重症。我你有做實驗沒？伊就點去。我是要相信實驗，你實驗證據給我看啊。那真正有效，我就會承認你有效啊。啊，你無影，你就啥都要。敢若秘書講去，我就講我做副市長這個故事啦吼。迄陣啊，咱的 CDC 買300萬粒的迄個藥啊，講要預防。莫有 H5N1 禽流感大流行啦。根據啥物？根據一篇報道，就是講，佇越南看到2個囡仔、2個人啦吼，得到 H5N1 禽流感，啊，一個是有用迄個藥啊，一個是無用迄個藥啊。安尼叫做對照。結果2個攏死哦。但是迄個有食藥的人啊，伊的病毒量較少，所以伊用安尼去甲美國 FDA 申請講，我這個藥確實有效。美國 FDA 承認有效。叫 CDC 愛 CDC 去甲世界衛生組織講，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啦準備這個藥啊，所以迄個藥廠一年賺幾千億的美金。第2個月了，咱的最高的雜誌《The Lancet》齒輪雜誌發表一篇文章講，這個藥啊對這個 H5N1 禽流感是無效的。所以台灣
硬了3億3千萬，我第一公文裡寫建請退回 CDC， 迄條公文我擱 copy 的咧，我袂知影講，我當時是做好的建議，結果台灣嘛是買啊。所以我們就跟你講，宰相無力可飛天啦，哈！但是，即擺現主席較務實的態度是啥物哦？我來問咱藥劑師，以咱藥房的立場，像頭頭西話講啊，大家不愛甲你買藥啊，哪會安呢？吼，這就是咱即擺嘛是算藥師，阮藥師咧這項課的時陣的一個困擾啦，就是講。阮可能當時阮讀這個冊吼，這個藥理學安那讀了完，只是阮要講一個物件的念點，阮咧講藥啊，講這藥啊食了偌有效，也是安那咧治療，其實阮嘛攏做保守的，阮嘛毋捌講你這個目藥水滴了，目睭會金會明會好，也是安那。當時講有可能嘛有可能袂好啊，吼藥啊無專利的嘛，所以阮咧講這食血壓的藥啊，食血糖的藥，一直講這你食看覓。你前食一個月試看嘛，看有較共無來無？無共的咱愛換藥啊。啊，民眾就會感覺講，啊，你這藥哪只無效？安尼人喺我隔壁來甲我講，食這血壓就隨好，啊，伊就伊個。這個查甫7天，對，食了高鈣，到底是骨頭高鈣，還是互你做高鈣？唔知影吼。當時伊迄種用營養的，阮無人才甲我講，變成阮這就是阮身體較比較較醫療人員較弱勢的所在啦，因為咱袂當甲，咱袂當甲這藥啊掛，我連藥啊咧講藥啊，我都毋敢講偌好拄偌好啊，我連做這個手術無講你這做一定好。你就袂贏人，我就袂輸人，所以大家民眾愛聽到是這食了隨好，食了隨金，食了隨爬起來嘛。所以我感覺講這愛甲民眾宣導是講，我就是講愛甲互了解講，其實這保健食品你也佔對，其實有足儕危害。你嘛是要經過醫生、藥師、營養師幫你評估了，你適合倒一種，咱才來做使用。啊，互你去黑白寫，你倒不如先慢慢甲民眾教育講，寫某一寡營養素，伊的功能是倒一項，愛慢慢教育。你袂當，咱即擺就是愛互民眾講，哦，即個葉黃素、即個葉黃素吼，就差不多是針對目睭即個保養。啊，毋過。伊這內底就無寫着說啥物近視啦，啥物老花眼啦，互民眾豆先知影講，哦，這個葉黃素吼，無寫的攏無哦，攏無，伊是針對你目睭的營養素，啊，毋過對這個你原本誤解的這個近視啊、老花也是安那是無效的，民眾無法度遮爾緊來教育，一定愛安尼豆一步一步來啦。嘿，但是我講的消基會的立場是應該在這擺這個修法當中，應該愛去甲主張講愛有法則。啊，而且愛安怎來管制，譬如講頭先你所講的，這塊通路要安怎來做管制呢？我感覺分4個部分吼，第一個部分就是強制愛登記啦，較我吳老師咧講的，你若無要去申請，像林醫師嘛講，伊申請小綠人有成本，當然有成本，因為咱食落去安全，你廠商若無要願意負擔這個成本，你免講的嘛，你就加講的啊，所以咱若。除了在這個小綠人標章以外，我感覺有一個第三路，這個修法愛考慮第二，你強制伊登記，就是講你來引用的報告，你即擺民眾吼，你去藥局或是別個通路你看，伊攏會甲你講，哦，我這個成分哦，有啥物研究報告甲你證實啦，美國啦、歐盟啦，甲你講，但是咱無法度去查證嘛，也是講咱袂去做這個動作嘛，但伊攏寫去，咱毋知伊真假假，所以伊的產品的安全性若足懸呢，伊有引用這個研究的文獻是對的，成分是正確的。伊無要去驚，頭拄仔咱講鑑識字跟鑑識規字這兩個小綠人，我感覺 TFDA 愛思考第三個強制伊愛登記，因為你我強制登記，表示講我掌握咱的產品通路嘛。全國我甲大家報告了，我較快去查咧，上節目進去查，全國有登記小綠人敢432種，這爾啊少，啊，看這健康食品可能後壁佫加一個零啊。吼，佫4000外，可能無佫10%發藥的，我毋知影，因為2000個市場嘛，拄吳老師嘛講個像，伊為什麼要管這個功能性的，就是伊攏無登記嘛。所以你講400外種，所以應該第一點，我感覺愛強制你登記，我才用賣。你要甲我登記，我就互你賣；你無登記，我無互你賣。你會使賣，你莫甲我申請小綠人，但是歹勢你來甲我登記，登記政府掌握以外，藥師嘛用掌握啊。哦，你這就是有登記字號，甲小綠人標章這兩回事，這第一點。第二點，咱現在講的講。咱其實民國98年，我閣問咱李副署長講，是毋是你第個是？講毋是。咱98年健康食品管理法有修正了後，有一個非預期反應通報，什麼意思？講你食落了後，你若感覺怪怪，你有啥物無爽快？甲藥師講的，你
TFDA 甲衛生局有，咱即马先莫檢討伊個通報有困難啊，無困難啊吼。伊我有看一個食藥署一個咱叫食品安全這個什麼研究週報，覺得伊有一個雜誌啦吼。伊有公布哦，公布講這通報內底吼50%，案件足少的，真攏差不多20-30件安尼爾，啊無就10外件吼，甲110年。伊這個報告內底，我感覺有足可惜的，有兩個可惜。第一，伊無甲社會大眾講啊，伊嘛無甲藥師講啊。你若民眾而且這個通報內底哦，竟然上蓋濟是民眾家己去通報咧。我覺得台灣民眾素質很好，伊會通報，伊無甲大家講啊。有30外個人甲你30外件甲你通報講這產品，但是伊敢點點啊就嘛，就點點啊！而且我講哦，伊有一個評議會來認定講，我這個消費者去通報了後，我會無爽快，我身體出問題，甲這個產品有關係無？你知影無？甲倒50%竟然是有關係，意思啥物意思？這消費者嘛毋是甲你黑白甲你通報來亂的，毋是？啊，甲通報。咱即擺健康食品管理法，你講當重罰對無吼？我等下來講講，這通報了後，咱的法規吼是要求這個廠商是保啥物險？這消基會總講幾啊年啊？咱是保產品責任險，意思是啥物？我保迄個產品成分若無問題，我的製造若講下標無問題，領導的代志。你食了若有問題，我求償無門。我毋是像藥啊、藥品，我有藥害救濟無哦？健康食品是無，你講2條路爾，各法院去查，法院去換罰廠商。第二，你用各消保團體，頭拄仔平林咧講日本有消保團體，消保官才過來查就對啊。所以我講到這個，我就講第3點，伊通報了後，伊愛甲通路講嘛，通路甲藥師講，甲百姓講嘛，我才知影講哦，這個人食出來有問題，啥物問題，我愛注意吼。第3就是稽核啊，阮消基會吼，特別10年前啊，阮有做一個調查，是甲保健康食品調查。阮甲調查賣較貴也賣較俗爾，台灣的比人日本吼貴4倍啊。咱買比人較貴，標章閣做比人較少，管理閣比人較鬆，通路比人較快，安尼免講嘛。你即馬高齡化社會，大家民眾，我講咱民眾吼要去買健康食品，顧好咱的健康，我感覺這是好事。咱健保負擔重，但是伊袂使我放出你去買啊吼，你愛扣付做保庇，無就愛扣終身保庇，你才會使啊。第4點就是講咱咧講的，他都在講的稽核對無？你愛委託，莫講咱消基會，阮消基會即滿攏負責啦吼，幾啊千萬。阮這檢驗啊，我莫想家己苦窮，我哋節目來，阮攏去借錢咧實驗室吼，攏無政府員補助啊，家來報告，攏大家捐錢來，阮去檢驗這個產品。人日本，你拄我講財團法人哦，迄日本政府出錢，嘿，伊出錢成立的官方的，人閣有預算啊，那藥害救濟基金會預算，阮無啊，台灣啥消基會是去咧抽錢，阮連迄個搖搖杯就去抽錢啊，所以你稽核無人嘛。莫講政府爾。第4點重罰2種人。第一，你要負通路責任，通路網絡買，你要負網絡，你要上架這個產品，你要審查啊，你要家己去食藥署查看，伊有登記無？你有小綠人無？伊講的這文獻真假假？通路一定要罰，你不罰通路吼，不痛不癢，因為抽啥就好啊。藥局一樣啊，藥師他會審查吧，他相對嚴謹。我其實支持吼，你藥局買是上安全的，但是較拄仔講的。即擺社會攏是在那什麼宅經濟啊，哪有人咧藥局啊，行袂出了足濟啊，高齡時段嘛是無啊，所以重罰我講通路這件代誌，要給通路責任。看都有咧賣。對，你要賦予他責任，如果沒有，你要連帶。你若賣這個無登記的、無標章的物件，你要連帶。李副署長迄陣時發迄個廣告的，你講迄嘛算通路一種嘛？對啊。迄是叫媒介。我講的第2點，媒介愛管，這是一個通路。第2媒介就是講，你的 LINE 啊，你的臉書啊，你 IG 即嘛，你廣告的，你就愛管媒介分媒體對無？個人，你若講你這專業的人，醫師、藥師、護理師、營養師特別用，你即嘛你甲代言，這代言出代誌，你嘛一定要有連帶。我感覺這通路甲媒介愛重罰，啊無。你不痛不癢嘛？我老你話啦，我繼續賣啊。袂驚嘞吼。吳老師，這是困難吼，包括食品。這困難。我跟你講吼，咱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內底規定，即講食品吼愛符合安全衛生規範嘛，叫做 GHP。
較早我佇立法院有人問過食品業務管理處啊，網絡裡面哪去叫伊符合 GHP 咧？所以拄開始甲問，伊攏唔敢承認，講這是因的範圍呢。哦，攏會啊，即馬講是我的，啊，我就管袂完。都無落管啊！哦，啊，你是講蝦皮迄？但是迄平台業者，你嘛愛負擔這責任啊。對啊，啊你蝦皮咧，你也食品還是藥品佇蝦皮網絡買寄來蝦皮，啊蝦皮照你講，伊嘛是算食品業啊，哎呀，對無？伊嘛愛符合 GHP 啊，你要安怎叫蝦皮？即馬較好，即馬是較早 Uber， 吼，咱你叫食品叫訂外送的食品寫實，照你講，即嘛算食品運送業呢，對無？即嘛愛符合安全衛生規範呢，有法度無？所以即馬開始，地方政府攏開始咧要求，即 Uber 愛去訓練因的外送員吼，愛來注意衛生的問題，無較早攏無呢。所以這個新的問題吼，咱的政府單位吼反應足慢的啦，還是講都甲處理即馬有的問題都處理袂了，針對這新的問題吼，攏唔知影要怎處理呢？這足困難的吼，包括食品、藥品攏共款，伊嘛是這新的議題。但是我聽起來第一，這法規吼愛交轉，趁即擺咧收法的時陣愛收較交轉，要安怎發，要安怎倒伊愛甲移落去，啊而且像因攏咧欠錢啊。啊，不如來成立一個國家級的，哦，國家隊來困難，咱行政這嘛有困難。做消費者保護處嘛。啊，你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內底就是有維護品質嘛。啊，品質跟健康無關係啊。啊，這照你講，愛等於品質和健康無關係，不一定有關係嘛。啊，這影響消費者的權益嘛。但是我徛在品質的立場來管理你的健康。安尼嘛是可以吧？啊，這個品質吼，唔當啊是影響到消費者的權益啊。像講你買假的食品，但是伊可能對健康無影響嘛。啊，這是愛咱的行政院啊做迄個消費者保護處愛來處理。行政院長之下爾。對。啊，你甲問吼，伊講啊，阮都當年做少，阮人無夠，資源無夠，無法度。所以人日本成立消費者保護廳啊，就是咧解決這個問題啊。來，這做過官的吼，副處長你講咱聽，這邊哪辦？簡單講一下吼，是安怎迄個財政部吼，下骹遐個人吼，啊，查水查啊，會知講對一根金屬一工看200個吼。一年來交稅金來交無2萬塊，查稅獎金。就去門口採嘛，採看你算看你一工看幾個，一個平均賺偌濟，馬上就查出來對無？啊，財政部都有這個能力啦，是安怎衛福部無這個能力？當然有查稅獎金嗎？咱嘛會使有查稅獎金嘛？咱會使講拜託咱這地方政府這客查員啊，你隨時去查這物件，吼啊2場啊好勢。接下來衛生部、衛生福利部呢，叫食藥署立刻去檢查。公權力，古早阮佇民國啦，毋是古早啦吼，民國87年，我佇台北市衛生局迄陣，阮的檢驗中心、技術中心專門咧做這，阮查出來，客查員去摕物件，馬上第2天就隨甲你檢查個清清楚楚。40年進前啊咧。要到30年進前。就查個清楚，為什麼阮台北市醫生阮做會出來，啊，即擺做袂出來，我不相信。哦，那是有這數你安怎看？我感覺我是贊成講有這個，但是要有一個法則啦，就是講你要有處罰，啊無大家無就無要驚，啊無阮這有排的足可憐的，阮安尼顧民眾的健康，到尾公司遮嘛做食虧的啦，所以我嘛是希望講民眾因為咱食這個健康食品，啊是講食這。我感覺恁有這數團體嘛愛徛出來。嘛是我是，敢講咱叫伊賣買伊就袂買嗎？其實伊嘛是會買，啊安怎互因食了愈安全？我感覺是。無恁上無愛出來發聲，選我。有啊，我就講，其實伊愛問醫生，愛互民眾知影講，愛知影問醫生，愛知影問藥師。你賣問伊啦，伊種叫人賣食。對，我嘛當時做，但是嘛攏叫人賣食的。咱是同一陣線啊，嘿，是講佇登記有都會當登記查會到安尼。來說話。我是感覺啦，你若政府是袂使甲民眾講吼，這足困難的，都是因困難才輪到你做，啊若無困難，唔免輪到你啊啦。所以我感覺不要說不能啦，應該吼，如果你不做就是不為。不為啊！嘿，你先愛甲物件，你的態度愛採出來嘛，你的管理的方法愛採出來，這樣民眾吼，大家一定會支持的，因為高齡化社會，大家攏是健康食品，絕對是主流中的主流啊啦。我感覺是愛管。
咱的消費者嘛是，包括林應然醫師有一句話吼，伊即馬可能無咧線上，他講的對。如果民眾你若講認清講，你要有小綠人標章，我才去買，安尼自然就會鼓勵其他的人講你去申請，因為啊，就慘慘甲講講，你大家每一個人攏來登記。無對，你市場決定一切，所以我覺得他這個食藥署唔好甲凊彩講講的爾啦，因為咱吼已經吼，咱即馬咱台灣的社會已經食補甲藥補已經分袂清楚啊。啊，你這個健康食品是有健康無健康，咱攏唔知，咱攏食落去。啊，個中西藥交互作用很嚴重嘛。這幾位吳老師，我跟你講，伊這吼，伊照伊講的要減少吼廣告無實在的案例嘛。啊，但是你若講像即馬這伊發的標示不實吼，發的雖然看起來金額攏金額�ont同款。